歡迎收睇 NC 房訊，我係圓圓。今日介紹嘅單位係星耀一期1237尺嘅三房兩衛，24樓朝西北方向，奶油風裝修，全屋吊頂，配備咗空調，仲送埋85寸嘅小米電視，全新未住過，業主開價96萬。呢棟樓總高31層，今日介紹嘅單位係24樓嘅兩梯5戶報告，從電梯出嚟，穿過走廊就嚟到咗今日要介紹嘅單位啦。入門就係79尺嘅門廳位置，呢度做咗個訂製鞋櫃。跟住鏡頭轉過嚟，可以見到喺呢個位置係做咗個採光窗嘅。然後旁邊就係廚房啦，整體面積65尺，朝西南方向。上下做咗櫥櫃同埋洗手盤，預留咗烤箱同埋蒸箱嘅位置，仲送埋抽油煙機添。再轉過嚟右手邊就係細露台啦，整體面積係44尺，朝西南方向，可以睇到風景都係唔錯噶。出嚟就係飯廳嘅位置，呢度放咗張4人餐台，後邊都係做咗成牆嘅餐邊櫃噶。成個客廳係289尺，客廳開間3.4米。前邊位置係做咗個訂製電視櫃，仲有埋展示空間，係配備咗85寸嘅小米電視。後邊放咗張長沙發搭配茶几，頂上安裝咗風管機。前邊就係65尺嘅大露台啦，朝西北方向。原屋主將呢一度做咗風窗嘅設計，喺落地窗望出去可以見到景色無遮擋，視野開闊，可以望到後邊嘅山景噶。呢度係做咗茶室嘅設計，平時可以喺度嘆下茶傾下偈，都係一種享受嚟嘅。可以見到全屋做咗吊頂，而且裝修風格係以奶油風為主。下邊轉入去走廊位置，我哋嚟睇下房間嘅情況啦。首先就係44尺嘅客衛啦，朝東南方向。客衛呢邊係配備咗智能馬桶，而且做咗乾濕分離嘅。後邊仲有埋通風窗，採光通風都唔錯。行過隔籬就係第一間房啦，整體面積95尺，朝西南方向。房間嘅面積比較細，屋主將佢打造成為冥想休息嘅空間。再嚟睇下第二間房啦，呢間係一間套房嚟嘅，睡房嘅面積係171尺，朝西北方向。可以睇到喺飄窗望出去景色都唔錯嘅。睇翻房間入邊，呢度係放咗張米8嘅床，仲做咗個訂製衣櫃。房間入邊都有一個50尺嘅套位嘅，朝西南方向。呢度嘅裝修配置同客衛都係一樣噶。最後嚟睇下第三間房，呢間房嘅面積係110尺，朝西北方向。房間嘅風景望出去都係唔錯嘅，只不過左右兩邊會有少少嘅遮擋。房間入邊放咗張米5嘅床，同做咗訂製嘅衣櫃。最後嚟翻個小總結啦，今日介紹嘅呢一套單位全新奶油風裝修，位於高層，家私靚。如果感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哋，後邊會有小區簡介俾到你噶。星耀一期係位於中山市五桂山御龍山片區，呢2年非常多嘅港澳人士選擇呢個片區。因為片區入邊有直通巴士站，每日有成10班車往返香港。由御龍山去順昌、大潤發等大型商場係8分鐘左右，而未來去到新三甲醫院係3至5分鐘，去中山溫泉酒店都係3至5分鐘。呢一個片區比較安靜，空氣清新，旁邊就係中山高爾夫球場。目前御龍山片區配套越嚟越完善啦，又唔怕水浸喎。雖然係屬於五桂山鎮，但係享受緊3鄉嘅配套，供應性價比非常高嘅區。如果你預算唔高，咁可以優先考慮一下呢個區域。港人社區同聲同氣。講返呢個小區嘅發展商係雅居樂，樓齡大概係7至8年。物業管理公司係雅居樂雅生活，物業費係2個8毫1方。小區總共有6棟洋房，1至4棟係2梯6戶，而5到6棟呢就係2梯5戶嘅。樓層總高29至32樓，小區入邊有天然氣入戶，實現咗人車分流，車庫喺負1層。小區入邊冇泳池嘅。
嚟講下目前嘅二手成交均價，無坯價係6500蚊到7500蚊一平方，而裝修價就係7500蚊到8500蚊一個平方。喺小區樓下就有一間大型超市，買餸買日常用品都係非常方便嘅。而樓下都有一間中式茶樓鳳鳴軒，有早午飯可以食。樓下嘅洗車美容按摩店都非常多，步行幾分鐘，附近仲有個健身房添。對今日介紹嘅單位感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哋房源咁多，一定會有適合你嘅。我哋會為你提供1對1嘅完善服務，包括幫你開通電話卡、銀行卡，方便香港匯錢入嚟買樓，售後手續跟進，以及後期辦理居住證、購買醫保等等。我哋仲會手把手咁教你使用大陸嘅 App， 讓你喺大陸生活完全冇難度，做你嘅大陸生活盲公竹。呢期節目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感謝你嘅收睇，下一期再同大家分享優質樓盤啦。